来，给比拳头，各位，对不对？来了，咱今开始，这那是颜色的。板块运动，以内一定的影响，就是这也是最基础的研究，关于分做七个大题的问题，甲20-30题细题问题。咱毋是规个会当看得规个题，咱只是看的题目发生什么代志。所以这个班题运动对咱造成什么影响？咱今就来看这个。来，咱先看三是两个现象，这两个现象，叫做褶皱、断层。这两个名词我无咧传说台语啊，大家你也当看者吼。折寿的定义有哪？你甲一张纸撕起来，这个英文单词是啥？对折。这咱单词中简单的。断层，错误的单字是啥？联络，另外一个本来开头的。这种日常的用词。来，上面叫做褶皱，上面叫断层。这是咱的神经元，几在？那最讲你出来甲塞，你是袂发生像安尼歪去，还是这个方向歪去？所以这种状况就叫做褶皱。但是这个林这样的这个延伸是安怎？伊的歪去表示伊有可塑性的。伊的可塑性，伊啥物所在有可塑性？伊待伫做深的所在，温度足悬的所在，所以变做较热，所以你慢慢啊拗，伊会互你拗弯，这种叫做褶皱。但是话对伊一直定啊，就讲这若是茶啦，还是铁片啦吼。木材或钢板，你安尼出来甲塞，伊敢会歪去？伊若木板，它会歪掉，它会怎样？电灯伊就伊比较折断啊，这种发生，就叫做断层。好，所以这两种，就是咱会看到，吼。伫地理会看到两种，一种是即个发生，咱保了解吼，会发生褶皱，伊弯曲。我问你，你若甲以为伊敢会褶皱？你若甲把它拉扯，它会有褶皱？不可能嘛！第一，推力去上以后可能弯曲，你以为无可能弯曲？所以褶皱一定发生伫个，来，这种叫什么板块？边界。咱是第二种，第二个讲过，会推力的什么板块边界？
一个聚合性板块边界流。啊，这个断层，伊就有分三种啊，伊就比较推理伊分这正断层、逆断层、平逆断层。好，正断层按4人嘛，normal， 好，从正常的意思。啊，逆断层 reverse。平移，迄个踹球啊，棒球内底打进出去啊，是踹出去。第三种吼，大家看着图片内底，你应该会当感受到，伊的这断层发生伫个推力啊张力。你看一下图片，应该看得出来哦。这里推那个拉力才会造成的结果。所以两边角有啦，两边角有是对流板块，张力性板块的张力性板块交接带，这种啊。reverse force， 伊会发生伫个推力，推力就发生伫个对撞聚合性板块。好，咱台湾是对撞板块，聚合对无？咱连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聚合在，所以咱台湾的看得上。逆断层，咱敢有这？嘛是有无？咱的中央山脉内底所做这，照讲这个物件一定伫咧较深的所在，因为我讲过，较深的所在温度较悬，所以伊扫的阵这个土海歪，啊你若爱地面吼，迄土溜去啊，伊要变定啊，你甲它扫，伊才会出现断层。啊，所以这种折射拢是伫咧较深的所在形成，但是形成了可能因为地壳抬升，让它露出地表，所以咱会伫中央山脉看到。就是讲伊形成的时阵，本来是咧出深的所在，啊，即摆已经卷起来啊，吼，被抬上来，所以咱会伫中央山脉看到折射这个物件。好，这种就是咱讲的两种。来 ，next topic we talk earthquake data。来一下地动、地震，data 是台语嘛？啊，哪英语咧 ？earthquake，吼。咱讲地动啊，定定拄着地动。地动有几个名词，你按地动时阵，确实在看新闻时阵，你有几个名词，咱来分出来吼。来，震源、震源、震央，这有咱无共，是我买。搁有咱也会看听到。地震规模，地震强度，这两个，大概这两个，啊 ，what's different？ 震源。
变形的原因是啥？发生断层。对，你像讲咱的木板啊、钢板，你若出来甲用，啊，这钢板往长去，长去的时候，因为你若钢板凹长去，那一瞬间它是会这样子弹动，对不对？啊，咱的头壳嘛是安尼，也是会弹动，这种弹动就是地震。啊，对，咱地震发生的时阵已经发生断层，啊，断层的所在应该拢伫涂骹，深度无共尔，应该拢伫涂骹，袂伫地面。啊，所以这断层发生的所在，就是地震发生的源头，对震源，咱讲 earthquake focus。啊，你若甲涂骹的所在，甲投影把它投影到咱地面上近的所在，迄就叫啥？震央 earthquake epicenter center 中心，你要加一个 EPI， 这个震央。好，这两个分类清楚哦。这是地表，这是涂骹。好，来啊，咱讲的地震规模，大概地震发生的时阵，咱拢会报告讲啊，咱这个地震吼是啥物6.3啊，像921 7.3啊，这个叫做地震规模。咱有的地震规模，目前叫做瑞士地震规模，啊 ，Richter scale， 瑞士地震规模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我把所有地动的迄个能量拢加起来，经过换算哦，因为经过换算，能量的单位有啥？你学会什么能量的单位？理化，焦耳就是能量的单位。好，焦耳能量的单位，卡是你我那能量的单位。千卡、千焦耳，这种能量的单位嘛。你若直接用的单位，伊就有单位，但是问题是，这个地动，伊的能量太大，你若直接用迄单位落去，歹势伊串数字足长，所以伊该经过对数的换算，产生一个数值出来，因为它经过换算了。所以伊这数字出来的时阵，伊就无单位了，它就没有单位了。所以麻烦一下，你后日去掠迄气象主播的，伊的地科有听互老师无，你就知。伊若甲你讲瑞士地震规模7.3级的大地震，你就知影你害啦。老师站在你后面，他非常生气。不要加这个旗。比方说瑞士地震规模7.3，它要点多少都可以，我们通常只精确到下一位而已，所以它有小数点，但是它后面不要加单位。一个地震，干那节地震规模，比如一个余震 ，aftershock， 好。一个余震，余震伊有另外的规模。毛可能你这地动是前震啊，伊的主震，伊若跟后壁有余震，结果后壁还是主震来，那个规模比较大，所以伊有一道，有一道的地震规模。但是大个所在面对的地震规模拢共款。你伫台湾牛，你伫美国牛，你伫挪威牛，拢共款。拄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大家还袂算好吼，报出来有点仔均差啦吼，有一点小误差，但大家修正数据修正了后吼，大家拢会共款，都趋于一致。若地震强度，这是 magnitude 啊，这是 intensity， 这强度的你对地面的
破坏程度，那个 intensity，earthquake intensity 地震强度，这个大所在无同。比如讲921发生的时阵，震央南投几级的所在是7级，咱高雄几级？你若袂出事的。921发生的时阵，高雄4级，4级的迄个摇晃你若困好的摇袂醒，可能佮困甲佮愈爽。我就是安尼，我记忆来看的新闻，知影台湾有大地震，每一个所在无同，这个就有奇哦。这个就有级，它只有整数，有级的单位。一个地震发生，环节从震央的所在，地震规模，地震强度最大，原则上而已。因为地震强度还随着那个地层，你这个地层是什么地层稳不稳固有关系。你若拄着盆地所以震央伫咧盆地的中间，但是你的盆地的边缘有可能因为共振效应，伫咧盆地的边缘摇动的情形还比震央还要大。这是特殊的情形，所以无一定，但是原则上是一个同心圆扩散出去。震央的所在上大，往外越来越小。近期咱伫咧921进行咱的。这个物件无去标准这咱家己气象局定的。你也记住咱的气象局管地震你看气象局哪会管地震？无啥管。因为我讲有地震事务所有那个地震不是那个地震，那是土地分割的。中央气象局就是管天灾所以地震是中央气象局管。所以我们中央气象局的地震921进行无感地震的仪器它测得出来，但人体感觉不出来，就这0级。有感的原本从1级分到6级，921已经超过6级的范围，叠震央的所在已经超过6级的范围。所以921之后修正，再往上多了1级，7级。7级。另外一个来细分，就是迄个5、6，又把它切这5弱5强，6弱6强。所以伊的基础，大家看咧课本遮有讲的。这是咱的地震。地震是要安怎？地震口诀都会记的咧，袂多，王在也念完。来，地震3口诀以上。趴下，来咧。暗号掩护。来，稳住。这一地上，多少个？耶，好了，耶，好啦，第一这就拍的啦，暗号啦，甲聊，因为这是叫你牙医老问题问题，地震发生的时阵，赶快走，要不要逃走？不要，房子塌下来了，等下被埋了。你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要逃，什么时候不要逃？什么时候就地掩护？刚我告诉你，地震开始摇了，你怎么判断要不要跑？
来，我教你一个，不是我教的，那是专家教的。你怎么判断要不要跑哈？我教你很简单，很简单哦。你哪底下想讲，我到底要不要跑的时候，就是不要跑。好，你还在有疑问说我要不要跑的时候，就是不用跑，就是这样，就地的。我问你的啦，今仔啊，做讲发生地震，恁兜的抗议为这边壁，向一边壁弄落，你敢会遐想讲，这样我要不要跑？不会对不对？恁兜的梁柱本来咧直的，摇到一边啊歪来。你还会不会看着那个梁柱，那个梁说，这样我要不要跑？不会的了。要跑的时候，你绝对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你有怀疑，我现在要不要跑？那时候就是不用。这样会不会判断？但是要跑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通常你是跑不了。你当下甚至连爬都爬不出去，你那种情况你还是要就地原地。但是，譬如讲咱即摆建筑物应该可以耐震到5级还是6级，但是做讲伊会当耐震5级，伊发现5级毋是随放落来。它会有暂时撑住，然后摇完之后，给你发现恁兜的空气流位遮、消位遮，恁兜的迄个梁柱全部拢变去啊！你迄阵行到你连爬都爬袂出去，就地原地嘛。但是伊会休困着，伊会休困，休困就是你爬出去的时阵。我敢说，你那时候脚软到你已经走不了，你已经要用爬的了，你还是要爬出去啊。所以咱听到讲地震的时阵，门爱甲拍互开，因为迄种状况一摇吼，你的门若关的，我保证你开袂起来啊，因为你的门框已经拢变形啦。啊，除非啊无法度，你破窗也是安怎啊？啊，上好位就处理啊。所以地震发生的时阵，他讲你要关水电瓦斯门那个门把它打开嘛，可以避免那边逃难的门出不去。咱定讲有优化意识，啊，你讲有，你下午暗时爱困的，每一天暗时爱困的时阵。边仔拢有地震报，敢有这种准备啦？你看拢无嘛，大家拢惊死的啊，惊战争，惊啥？结果咱定咧3不5是地震，咱地震发生的比战争还要频繁嘞。那嘛是致命的，你不要睡觉，然后房子塌下来，被活埋在里面了。啊，你等人来救你，921就是这样子啊。有一对兄弟，有没有？1个礼拜被人家挖出来救火，是安怎？因都有待伫冰箱边啊，正好在冰箱旁边，有水有粮食，所以那有地震包的基本配备，对吧？等你揣看看。总结啦，我感觉。人的心理很奇怪嘛，那个乐透明明中奖率很低，都觉得会轮到我；地震明明发生的几率很高，都觉得我袂遐衰啦。人的天性真是有无比的乐观。你说啊，不然怎样嘛？没有这样怎么活着下去嘛？对不对？小编再来看 volcano。灰刷，台湾才有灰刷。
经有过活的火山活火山啦，但是咱即摆阳明山遐目前是不会喷发，但是咱的地壳中爱讲哦，死火山可以复活，死火山有可能复活，所以火山啊，有两种。我讲的一种张力性板块岩浆出来，一种聚合性板块。聚合性板块就是安尼，我顶下讲过啊，下面的板块啊被推挤到深处之后，原先的地壳融化，融化之后产生了岩浆，所以它是再熔的，它不是地下岩浆直接喷出来。张力性板块是地下岩浆直接喷出来，它是再熔之后，再从这边的喷发出来。我们整个大太平洋板块周围的琉球岛弧就是这样形成的，所以琉球岛弧整个岛，它就是火山岛的岛群，它的边界大概跟太平洋板块的边界是一致的。这种火山的喷发，因为融化又喷出来，所以它有火山灰，除了岩浆之外有火山灰。两张裂性板块的就没有火山灰。就直接就是岩浆流出来的。喂，岩浆流出慢哦。我以前看到一个影片哦，讲伊个厝吼，岩浆规个吞没去，伊个有内部沙尾巴底下把伊个厝顶下，但是无人为力阻止它，也真的看到它房子，迄岩浆流过，拢烧起来，慢慢吞去，慢慢吞去，伊个厝就地平了。有拍影片出来做纪念。够悲哀的啦，因为到做慢啊，伊会浮出来，对，甚至重要物件佫会看出来哦，佫有啥摄影机伫遐，慢慢去，看他的房子一寸一寸的被吞掉，这没办法没得救，还好我们不是住在火山的旁边。咱听起，好，感谢。